大家好，我是 BOSS， 嘛是恁上值得信任的广告老大。头一摆出任务的巴蒂、董仔甲李欧旺，第一个客户就是中华的碧湖农场。伫实地参考了后，因发现农场采用永续经营的方式，照顾无花果和家畜，嘛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予弱势囡仔朋友。同时为独居老人进行送餐的服务，会使讲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即摆互因的广告任务，就是爱协助碧湖农场改良无花果果子干的包装，以及迄一期公益广告。毋过爱先甲客户讨论提案，莫怪我伤严加火，这就是咱广告人的生活啦。加油，我真看好恁哦！大家拢来吗？哇！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厂长你好，大家好，我是董仔， Leo， 巴蒂，我是三秀后心，满满心意，包你满意。哦，奇怪，会紧张呢，要恁报底甲，敢若是咧甲一摆的客户开会迄种感觉呢。有的时阵我会去面试嘛，会去 audition， 有一种敢若伫导演面前要 audition 的感觉。阮为包装开始，嘿，主要咧厂长，想讲想要阮推广无花果，那我们首先呢，因为我感觉无花果的这个切面加水，但是下一张麻烦，完身的迄个包装贴纸修大的，把无花果拢炸起来，所以咱把它变小。然后放在旁边，觉得这样可以露出无花果的切面。然后我们在无花果上面 ，fig 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 logo 字跟无花果的切面做结合。是，对，因为咱的用英文就是需要，阮感觉这个物件是会使推广出去，互所有的外国人知影，因为这是足好的水果。一开始讲的时阵，我感觉我也是看到客户迄怀疑的眼神，还是讲安那时阵，我就足紧张的，我就有点。唔知影要安怎讲安尼，我就是讲，嘿，这个时阵巴蒂就出现了，来安怎讲较好安尼。我补充一个，就是讲，为什么要用外面这个图案呢？是因为无花果的外形就是长这样，这样子在记忆上会直接看得出来。哦，这卖的是无花果。对，是杏果，对，唔是原本的圆，因为阮原本是想讲用圆，但是阮感觉敢若减一寡灵魂的所在，所以阮就规气用无花果迄个形状去代表这个物件呢。啊，刷落来会使看到正手边的 A、B、C、D。D 的话就是原本的牛仔包装，牛皮包装，对，牛皮纸包装。那我们先摆在一边。那我们先从 A 开始看，选定 A 白色的为是因为今麦少年人比较喜欢走文青风、文青路线，所以阮是保留 A， 但是 A 就是较安全牌。是。对，那是 B 呢 ？B 是我去想到，就是讲无花果伊的配色其实是。青青啊，搭配一些胶色的，然后做一个渐层的一个效果。会较少年啦，对，较少年。啊，若是 C 的话，就是直接甲阮的贴纸去做一个颜色上的搭配。啊，上尾这个 D 就是因为阮有想讲，原本恁就有恁的牛皮纸袋，我嘛是会当讲直接甲阮这个贴纸直接搭在顶管，安尼算讲嘛是减少一点成本啊。对，环保安尼，阮就搁免无彩钱去买这袋啊，啊，就是爱看。厂长家个偌侪地啊，咱会使来讨论看。那会有想要瓦鞋的出发点，其实是想说，既然要换，就全换，直接一个大转型的感觉，这样子。这是包装的部分。对。啊，因为这届阮嘛想要拍一支影片，对，阮来遮嘛是头一天咱体验足多，阮就是想要甲遮吃人的这个庇护所的所在，
甲推广出去，互大家知影讲这是一个足古水、足温暖的所在。啊，因为我本身我是网红，有一条歌叫做《自然产生》，这条歌差不多300-400万点阅率，所以甲这嘛就符合的，因为这所有物件都是自然产生的，比如讲豆腐啊、食迄蔬菜啊，还是鸡啊、鸡生蛋啊，拢无农药。都是上自然的，拢是一直循环的，就环保的。我感觉这个物件，我会想要甲伊藏入去。我讲的其实就含慢的，但是我就是想到总监讲，爱甲因讲，阮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啥？爱甲遮的温暖传出去，这件代志爱甲因讲，啊，搁有讲咱的优势是啥，互因放心。头一个镜头就是我是一个台北人，我摕一台 GoPro 来，就敢若我是来遮拍 vlog。对，但是我唔知我要创啥，所以这时阵我甲迄个 GoPro 交出去的时阵，就后换迄个档的董仔，对，董仔就会接落来，接落来了，因为伊是一个转场的感觉，啊，我若甲迄个 GoPro 互董仔的时阵，伊就会出现在咱鸡舍，啊，鸡舍咧，其实后壁看到小天使咧捡鸡卵咧，啊有咧饲鸡啊，掠鸡，其实足老咧足欢喜的，后一张了李哦就会位顶悬。啊，这是一个这个镜头的画面哦，伊的手是出镜，但是摕落来咧是一条无花果，对，所以李友已经出现在无花果园内底啊，啊后壁就做小天使啊，嘛是足欢喜咧采收水无花果啊，啊，搁有人咧头家这种的，啊有人欢喜咧跳舞。就是一个足温暖、足有爱心的气氛，就对啊。啊，阮三个有在发想一个无花果舞，因为近韩国有这个舞足流行的嘛。啊，阮想要延续这个概念，阮就用一个无花果舞，是专门属于这边的。所以阮头到动作稍微想一下。对，比如说因为无花果嘛，有舞跟花跟水果，所以我刚才有先想了一个简单的，比如说会有一个节奏，然后是直接这样。嘿。就会有无花果，对，但是我们会把它跳得在节奏里面。对。等于讲这个手势就是那个无花果的这个一心，从无到变花，然后开花结果，它变成手牵手的尴尬。然后因为我们中间不是有个手势舞吗？所以各位客户们，你们等于买1送2。对哦。因为手势舞会使另外搁加出来，好大家去 fit 去算去 hit， 啊 hit 搁 take 你们。或者是可以 take 可能无花果，你们还可以无花果干再去做活动，举例 take 打8折或 take 怎么样，这个都是后面行销可以再想的。谢谢。这组甲伊拍分数，我会予伊75分。第一个是时间真正足短，搁要录影哦，搁要想物件，搁要甲伊做出来哦，其实很困难。所以关于这个包装的部分，大家有啥物想法？我有咧讲迄个 logo 的部分，就是讲，可以放迄个一句话嘛，有意思的话。系啊，迄我是感觉就是会使放阮的迄个就是 slogan 的对吧？是啥物？但就是慈悲喜舍恩惠大地。哦。我是感觉伊会当放伫迄个 logo 内底。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你拄则讲的迄句话，我放在遮慈悲喜舍恩惠大地，啊，字爱甲这个字可能做一点搭配。对，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吼，无花果，因为我是头一届经过你们无花果园，伊有足侪树枝树叶，我是感觉遮附近才有一寡树枝，啊，搁有无花果的叶啊，因为其实足少人知影无花果的叶啊生啥物，所以等下我刚会使放一寡无花果的叶啊。我嘛无第二备案啊，就是完全 freestyle 啊，对啊，但其实足好耍的，伊提出问题了后，阮就开始在现场开始变啊。虽然讲伊提出的是一个问题，但是这变成我们的养分，你知吗？整个无花果再多一点点其他颜色，就是可能是一点点绿啊、彩色啊，还是供它的线条这样子放进去。那好，那我刚好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变成底下的贴纸是这个 B 颜色的渐层做在这里，只是，然后包装还要再一点老师。图腾就是那个叶子啊、树枝的这样子。渐层的紫色跟那个绿色的时候，无去互人见到的时候，我想讲，哈，这水无见到，迄是我想到的呢。我就感觉伊一定爱被选用。后来呢，因为贴纸伊嘛，刚刚爱调整，我就马上突发奇想，想说我想要迄个渐层的颜色可以用来原本的贴纸上面，所以我想象的渐层的颜色都保留啊，我就欢喜啊。刷落来影片的部分应该是
OK 吼。但是有一个物件，就是讲爱选几个小朋友，会使互阮翕，这件代志可能恁爱处理。对 ，OK。对。因为班长应该是就想要跳的吼。伊今日来这就是要来先卡一个位。先卡位。啊，你爱教做会跳哦，吼，跳舞哦。你平常时吼下班你就下班啊，真的。嘿。还是因为恁要来，伊今晚要来。你有甲我讲啊，班长6点困呢，对啊，超过啊，对不？提案表现上3个人的配合打得非常的好，哦，不管是口才、现场的反应，然后甚至就算是利友王吼维卡旧伊马如去讲述到重点，他要告诉客户讲哦，咱的重点是啥物，伊嘛有甲伊提点出来。我感觉你。解得很好，因为你直接讲用树枝，就是无花果本身的树枝、树叶、树树、树枝、开花结果、树枝加叶啊，去做边边的那个图腾。对啊，因为我知影还会使客制化，所以讲呢，这就要请美术组、美术老师们再帮我们设计进去。好，那影片的部分，其实影片的部分，我上烦恼的就是拍摄尔，拍摄啊，个音乐啦，音乐我等于。我先回去选适合的音乐，我可能甲你有两个讨论，看要安怎加一寡声入去，我觉得音乐更较有层次啊。若有需要，我一定要甲我讲，我是惊我帮不上忙。袂啦，好，来过来 ，Cheers！ 哇，好棒哦，我们第一次的提案。像这样的音乐吧，别吵，都是我们自然产生，大地之母，海水冲出，啦啦啦啦，是哩哩哩。看起来这个月恁是真正有咧认真准备这摆的任务，不过准备还阁无够咧，爱甲恁的真本事点出来。我莫阁啰嗦，恁的时间也无啥够咧，赶紧去，我已经甲恁准备好的咖啡厅。哦，是这样哦，这是一庙吗？哇！这是古早厝啦，像个周厝呢。这一间庙，三合院呐。无错哦。这是一个佛堂哦。啊，迄个啊，咖啡厅是这啦。啊！哇！哇！老板。搞早。头家好。头家你好。无灵呢。但是这就水的呢。无人哦，无人攞先休困一下。啊，你要啉水啊，啉啥？家己来。这就够水的呢。对啊。这印表机该不会是我们要印那个吧？唔通，这看起来就现代化的物件，这恐怖的。对啊。这不是合家吗？这个又给我们画剧本啊。别讲话啊！别讲话。故事要讲话。无啦，迄时间到啊，咧讲钟啦。下班啊。啦。有鸟啊，这够水呢。猫猫。插花，有老师在插花啦。这边是甜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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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还有就侪鹿角蕨呢。哇，这就够水呢。你好。请问是阮要来找你的对不？对啊。对，你们可以在那边点一下甜点，然后你们可以去楼上逛逛。好。这么好的行程哦。对啊。你好啊。啊，你无要甲你客气哦，朴书记啦，你叫阮来食甜点。无花果呢？对耶。无花果，咱就是无花果。安尼一家
来是爱一个无花果吼，对，对不？好啊。安尼阮要一个无花果。好，那底下还有一个也是无花果的。安尼阮一个炒，我讲一遍啊，阮一个无花果塔，一个无花果鲜奶油，一个草莓塔。好，安尼我搁去试看卖。对啊，这好势咯。3楼看。干酱面。牛啊，过来啊！哦，带路呢？带路呢？对啊，人家服务生、工读生还扮猫哦。这敢若迄落道具间，你知无？哦。等于讲有一寡家具会当买啦。啊，这啦，是不是要互阮看这啊？这就好势呢。我感觉敢若会使紧看卖，阮有要翕的时阵要用到无？道具哦。道具啦。安尼我试一个好啊。黑手套。这手套伤好看吧？哇，足适合你的。这我足想要家己买，你啊，敢袂伤细？我互我钻戒卡。钻戒伤大了。帮我一个。这本来就是爱安尼穿。嘿啊，伊就是爱安尼穿一半。哦，足 sexy 的呢。这个偌济？你感觉去安尼上手去看守所，你是看守所。司法不公。我想要买这呢。会使啊。造型手套。你像这俗的，这应该拢2手、3手的。你知偌济？手套100块。100。等一下，我想到啊，阮跳舞的时阵，阮拢挂手套。但是这3个安尼。但是这乌的讲无花果。哦，然后我收乌。看安尼。好啦，安尼我家己买哦。你家己买家己用啊。我家己买。这是啥目镜？缘投，头家你好。头家你好。这是你家己开的吗？对。我头家穿安尼，你会知影伊头家。我头家下骹迄古座嘛是你开的？对，嘛是我开的。像选物安尼。像你即马挂这目镜，就是我进前咧卖。我进前毋是开咖啡店，我头先是去开饰品店，无意中去开着咖啡店啊，才用才变安尼。遮澎湃贵重的，啊，我的主业才规个无去。了解。我是感觉你挂安尼吼，阮要有一场跳舞的时阵，互小朋友拢挂眼镜哦，嘛是足适合的哦。对无？这即摆100呢。系啊，遮俗啦。这个有点仔像百货公司。哇，足好的咧，赖啥？系啊，一楼做咖啡店，啊，阮2楼有甜点店，啊，搁有花店，啊，搁有卖。美国，阮这是美国的花衬衫。你这美国的花衬衫？拢美国白主的。哦，安尼我小弟爱镜子。爱镜，我头头嘛看2嘿，阮小弟搁落去镜子。安尼我想想要搁设一个。我嘛想要搁看一个，真侪物件看。安尼搁换过来。对啊。这个卖放屁，这个安尼放屁，上贵的哦。偌济？这个万2哦。哇！啊，你有往搁分过？哇！安尼，头家会使卖2万啊？啊吼。对。好势吗？你哦。好势好势。你看我做穿这件，然后配个皮裙。袂歹啊。我是想讲小朋友要互伊衫无？对。对无？咱会使互因穿。对啊，阮就是穿老师的背心，啊，因穿这种，比如说这种花花的啊，较古锥。对，帮因紧一下衫，我感觉袂歹。好，但是我还袂设定买几个小朋友哦。衫会好啊，衫会嘛较简单，较好翕。无安尼，巴弟。好啊。安尼好，安尼写好。啊，所以这3领是买了了，阮要家己提走的嘛。对啊。我家己要摕走的。那我要几领？好啊。好。袂歹，这个出发点袂歹咯。对啊，因穿了，咱才穿。走咯。好。来1楼，因刚刚讲的迄鸡卵糕，啊对啊。咖啡来啊吗？迄毋是咱的。来1楼，因刚刚讲的迄鸡卵糕，啊对啊。咖啡来啊吗？迄毋是咱的那边吗？咱的瑞哥。瑞哥，你在遮创啥？高赞，我就知影迄台是你的。一看就知影你的 style。嘿啊，阮坐倒位？请坐。哦，啊，这创到这素食啊，坐遮。拢会使，凊彩坐啦。有规定啊。我是坐遮啦。安尼我坐遮。啊，你来遮创啊？
主要咱顶下讨论物件。哦，对啦。对。全公来叫啉咖啡。还在那里吗？哎呦，吓我一跳！哎呦，哦，有人做了，加五郎做了。加有人坐，我坐家好。卖家己唱。哦，坐家较舒适啊。上面有一些复古的打字机嘛，我就问头家讲，头家啊下面迄台影印机敢你的？伊讲迄台唔是，我就知影是倒载的，好无？所以我看到瑞哥不奇怪。哎，就水的呢，你看这，这图腾就水的呢。就水啊。对，但是你下面这有点太小，我看袂到，会使看你的电脑的图无？对啊。这个圆圈圈是啥？太小就要看一下。好，你看一下。因为这应该是差不多1:1 size 啊。谢谢。哇，感谢你来草莓，你的草莓塔。好来。无花果塔，哎，来无花果塔。慈恩灌溉无花油果哦，然后把这个猪就无满格啊，互伊无花果伫咧内面，对不？我有发现你这小吃，对不？哦。这条无花果较背面的字嘛变较古锥，较现代化。哦。有无？是的。哎，但是你家有一个渐层的写的。这是之前咱哦。应该咱卖，应该卖啊。是啊。建成应该咱卖。看配完装。哦啊，对吼，今日佫会使互伊进一遍吼。对啊。哦，哎，那我们推那个渐层好不好？帮阮力推一下。啊，厂长要甲阮视讯。哦。今妈吗？问看卖伊。嘿，问看卖伊的意见。哦。啊，阮是讲好，口供一致哦，推荐渐层哦。哦。好。会伤远无？煞有其事。厂长不爱食吧？哎，厂长你换造型呢？哎呦，好像脆梨树啊！多水。你知影要录影啊换造型哦？哎呦，挑过去适度的好看，啦。啊，今仔日要甲你迄落确定阮的包装。对，啊，顶边是金紫色的嘛。西装呢？你有印象吗？有印象，有很清楚。好，我是讲有印象吗？有啦，有印象，有印象也有影像啦，拢有啦。刚刚戳中我的笑点。你是谐音梗去挂就对了。好，就是讲呢，因为吼准备要印刷嘛，啊，印刷了就是整个数量，它是一个等于有点将近一辈子的事情啦，吼。一辈子一世人。嘿，迄数量要够，所以讲咧，阮其实吼还是想要甲你搁讨论一遍，就是讲，阮是感觉渐层的这个颜色，伊看起来才袂较单调，而且伊是甲无花果的绿做一个搭配，恁感觉咧？其实两个都还不错，因为紫色有紫色的漂亮，紫键绿也有它的美感。就也蛮难做选择的，所以我们就要拜托这个帮我们建议一下这样子。哦，都还不错啦。了解。我是刚刚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两种都要。哎，你跟厂长赶快。对啊，因为其实他们两个都有它的特色啦。对啊。就是你选的那个就紫键绿。哎，稍等咧，稍等咧，刚刚阮有任务。阮有电话啊。阮有任务。破书来，破书来，等一下哦，厂长。这地敢若足高的呢。哦。哎，哪里？来，你摕一个。这啥货？还有这任务卡。哈？还有这，来你摕这。火红椒。好，来吃咯。有当时啊，客户家己的想法，若袂按算的时阵，加恁一步，回去互消费者来选择。这步叫做喙石仔调查。因为数字的讲话，所以现在甲恁现有的2款包装去加落，佮用恁家己的社群来做调查。上无爱有100个人，这份资料才算准确，唔通偷食捕鱼。对啦，
明仔载暗头6点就要升高发表，恁来先去布置会场。人客若安搭好，也未讲话，咱就先赢一半路。下晡4点拍片的物件爱紧收束，开始布置，加油！所以代表明仔载6点就要剪好了。 6点正照，我抓差不多9点10点爱翕。巴蒂，你先把这个白边先切掉。对，我先把。我先甲厂长讲，阮互民众选择。然后阮的社群啥要铺，因为三个拢铺会伤明显无？三个要铺，惊人伤多，至少十几万人。差不多20几万的人来投票，敢若伤多，咱一个就好啊。那安尼，你的社群啊？我会使，我投，无我用我的社群。你用你的社群，我来割。好啊。好。好，安尼我请我来投。等于讲咱路顶嘛爱问，但是咱网络嘛是同时同时进行安尼啊。这样看。 我咱个来投票啊！因为即马网络顶悬嘛有铺啊。即马连好啊嘛吼，两个。啊，小等互伊紧的时阵就搭咧遮。搭后壁。好，来行。行出去。即马会伤早，即马11点嘛，已经大家拢起床啊吧？对啊。我甲你讲，只要有人吼，甲阮眼神对接，阮就直接问。好啊。好不好？这种会使入去甲问啊。 敢若会使呢？啊，老头家有伫吗？问看卖。头家，嗨，你好。你好。你好，就问一个，我们可以请你帮我们投票吗？对啊，因为我们有设计2种无花果。可是我们不晓得大家会喜欢什么颜色。你感觉对一款较好看？帮阮投票者。若是你要买的话，我会帮配。好，来一票，贴纸给他贴。因为这是阮帮一个慈恩慈善机构作为包装啦。啊，因为这2款拢足介意，阮拣袂出来。对。好，大哥谢谢哦，谢谢你宝贵的意见，祝你生意兴隆。感谢你。哦，美女帮阮投票。美女帮阮投票呢，无要创啥？你就2选1。对啦，你帮阮拣一下。你帮我拣一2选1。你刚刚倒一种较水啊？因为阮是帮迄个慈恩的无花果做包装啦。啊，因为这是渐层的，啊，这是你若看到这种包装，你会买倒一个？这2个包装。嘿，2选1。好，来，请贴。安尼。来。阿姨，你要倒一个？这比较大。好，谢谢。谢谢。迄个妹妹啦。年轻人应该会是族群哦，请问一下，可以帮我们投票吗？这个，好，那你帮我们贴一下。紫色，你呢？建成，好，那就各贴各的，来。阿妈你好，老早，会使麻烦恁帮阮投票一个无？因为阮是卖迄个无花果，你感觉倒一种色你较介意？啊，你是迄个巴蒂。我是董仔啦。董仔，你好。啊，这李尔王。你好，李尔王。啊，你帮我拣一个。上山下海。嘿，谢谢。上山下海。我们也要买果干，我们早上摘了果汁里面吃。哦，啊，如果是你，你觉得哪个包装会喜欢？它水是这个实在吧，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好啊，安尼你直接大姐来。有点太特别了。来帮我打姐。帮我打姐。谢谢大姐哦。我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哎呀，谢谢啦。谢谢。呀，嘞你。爱美。谢谢。哇，我欢喜。喂。哎呦，你感觉倒一个较好看？做试调，我是感觉好耍。我若家己一个就会歹势，但是若是做工课，佮加上有巴蒂，佮有李尔王，我就较放胆，就敢若咧做外景节目安尼，我就感觉足好耍的。你看这些嘛，真清真水，系啊，拢水咯，袂使一定爱转。好，谢谢啊，看你介意紫色。对，无花果干。好，安尼你投这个对无？来，贴纸来投票。谢谢。你若是讲叫我去卖物件，我就真正较歹势。问你一个问题尔，应该是还好。而且咱你有机会甲完全陌生的街坊邻居大婶大叔讲话，我是感觉袂歹。
就这人在排队，直接收割。好多人哦！哇，这是白虾排骨便当哦，好香哦！摆一个排骨便当。豆腰啊！你要问问看吗？还是来吃排骨？我们门看卖吗？大哥你好，不好意思，歹势会使帮阮投票一下吗？这两种你感觉倒一种较好看？因为阮这卖无花果的。连排队买便当的人拢无闹交气，看起来恁真正用心咧找人做调查，非常好。咱是做广告的，就是爱强在亲自消费者进行调查，才会当知影市场的需求，做出来的广告宣传才有效果。恁就继续拼，加油嘿！我去内底检查一下，到了，纯紫色31票，建成27票。哇，势均力敌耶！势均力敌耶，所以纯紫色大家也蛮爱的。对啊，因为我加顶管31票啊。你已经27加31就已经58，再加上这边超过了啦，超过100。好，那你数这个。好，我数这个。哎，咱先看建成的几票？建成。23。18。小等哦，23加27是偌济？50。建成即马50票。50票。啊，你是10倍哦。10倍加31是偌济？49。哇！建成呀。一票之差咧。一票之差。代表我两个线路想了就好诶，我甲我家己鼓掌一下。哎，啊若差上尾也2票嘛。对啊。 3个人单数才会知道那个翻转。嘿。安尼，阮3个家己投。好吧。好不好？好吧。你讲。我是感觉。好，安尼我。哎，啊若差上尾也2票嘛。对啊。 3个人单数才会知道那个翻转。嘿。安尼，阮3个家己投。好吧。好不好？好吧。你刚刚建成。我是感觉紫色。好，安尼我建成。建成是。25。25加29，稍等哦。25加29。建成。 54票。 54。好，啊你是31加31。 加19， 50啊54，安尼赢。好，就决定啊。决定建成啊。决定建成啊！阮这个好消息会使甲迄个厂长讲者。好，安尼收起来，收起来。哇，哎，无简单呢。无简单呢，中间一度安尼反转够反转呢。对啊，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对啊，一开始有选这就好啊，你不加这。好，险胜4票，我的建成赢。 咱靠厂长好啊。有了。厂长。阮头拄啊拢投票啊，阮用网络顶管啊，有咱去路顶投票安尼。最后赢的是迄个建成的嘿。但是险胜4票尔。险胜。嘿。险胜就对了。对啊。险胜啊。阮发现大家敢若较介意建成的啊，所以阮已经有交代厂商去帮阮印制啊呢。 哎，啊，阮即摆要过去找你啊哦。OK。好，等下见。等等见呢。等下。两米见哦哈。2米见，朋友。2米见。哦，再见，拜拜。再见，拜拜。但是我想到一件代志呢，阮小等若是要面试小朋友，爱叫因做啥物物件？对啦。叫因自我介绍嘛，唔对。无啦，啊对。还是阮着放音乐，互伊自由跳。放你拄则迄2条，啊叫因讲，你听到音乐就跳舞。啊，阮看舞感较好，伊就安尼。好啊。好。因为咱即马够时间嘛，咱会使先去面试，啊，然后入去咱慈恩庇护所，我会使先看。 我会使先看场景啊，先看景节，看倒位翕起来较水。我才帮你记录，看你搁有欠啥无。厂长，头一组会使入来咯。
嗨，你好。嗨，你好。哇，安尼我先帅气3连拍，帅的哦。预备备，第一张。第一张帅。哦，这个 pose。哦，袂歹哦。第3张。耶。最开心的，最开心的。好，安尼我今晚要跳舞哦，吼。我两面会放音乐，啊，你会使穿迄衫穿的。两面哥哥会放音乐啊，恁就跳舞吼。来。啊，你两个像要穿咩？哦。引导。哦，好你穿。准备哦。3，跳起来哦。还没。好，跳起来。哎呦，啊升嘞！来，注意哦。哎，这个动作比花舞。比花。花舞会不会？花。学他，学这个哥哥，学这个哥哥。好，这个。上下。慢无花果。这个。耶。好，左手呢？踮脚。不错哎，表现都很好。左右。左点右点，袂歹哦。好。差不多。安尼赛。掌声鼓励。哦。是。哇！你跟谁学的？你是你有挂杂志哦。对啊。哇。好，来，我们穿道具。预备备，开始。跳起来，来，比花舞。跟他学他。比花舞。咱是不是选主角？对，主角。其实嘛，免真正遐侪人，我感觉。对，10个人。不用，来，我们3个前3后4啊，你看我这样子。所以咱选7个。选7个。选4个。 7个。哦，你是讲主角？因为后标一寡遐啊背景的。安尼主角4个。主角4个。啊，后边搁3个。无啦，是应该是主角3个，后边4个。主角3个，后边4个。但是安尼主角要。头拄讲的是咱3个伫头前，后边4个，你好意思是安尼。我是感觉。就是看啥样。这是上尾一拍是头前3个。对，我即摆讲的是迄开花舞，无花果。好啊，无花果就是头拄我讲的4个嘛。咱有一个。饲豆腐啊，就是饲鸡鸡蛋嘛，一个无花果，搁上尾是一个大河跳，对吧？对。嗨，厂长。你头都有。来，你做伙坐，阮开一个小会议。阮是讲吼，阮即摆建的就是讲，迄落班长嘛，阿佑甲阿成，好，说落来，这个就是玉哲甲阿转，那这个也跳得很开心。好不好？他也很开心。嘉应。我一个问题就是，因家拢是有玩过无花果，他们其实都会，其实他们都会。哦，都不会哦。他没有办法去做控制。你好。快递，你好。谢谢。哇，这是哪一家快递？有点漂亮哎。那比较水，很漂亮。搞错重点。来啊！来！好看呢！我起鸡皮疙瘩哎！厉害呢，水。来，一人看一个。其实看到快递的时阵拍开，我有一个鼻酸起来，有一点点。我想的物件变做实体的时阵，其实就感动的。嗨，阿成阿佑，来上班去。来，我要甲你讲一个。你有去头头做啊？就是呢，这以后是恁的新包装有水无？有介哦。有吼，然后呢，恁以后呢，就要甲贴纸搭咧这个所在。对，恁要搭看卖无？好，互恁搭看卖。好，恁一人搭一个。一人搭一个去看卖，你搭一个，斜的，勾水的。好，换你。
我这也出来。没啦，这贴纸遮大张。张啊，毋是叫你穿针线啊？安尼会使啊？哦，袂歹，袂歹。厉害哦！但是我甲你两个讲哦，你看你会使搁搭伫咧即个 LV 字型的中央有无？安尼搁较水。啊，这嘛会使，只是安尼搁较水。安尼好吼 ，OK。对哦。安尼100分，安尼98分。嘿，这嘛98分吼。我感觉家己打即个动作咧，我是感觉一定爱保留。因为这个动作嘛会使互因训练伊的专注度甲准确度，啊嘛爱有代志做，因为毕竟要让他们有工作的感觉嘛。好，安尼阮第看卖哦。好。弄不了啦。3秒钟，3秒钟。嘿。哦，好夹，好夹。这色较水的，爱较较头前的。有粉红啊，这种的。对，这色较水的。哦，这个好漂亮哦。安尼，袂歹吼，帮我鉴定一下。有。可以哈，好。很漂亮。是我漂亮还是包装漂亮？我也漂亮吧？咱即马先来甲你看即个场刊的部分，对啊。然后明仔应该较顺利。我先用这台360去看卖，看伫遮内底是较水还是遐内底？因为我感觉内底是嘛足水。好，我先甲你讲，互你回想一下，即卡你是想讲你有为手安尼慢。对。了后壁爱有人头家，有人跳舞。对。等于是讲，即卡一开始就是6王，好，伊慢水果，你有你手先把我伸长，伸到最长，好来，头带迄个位会使，头带，你刚才站，你头带起来迄个位会使，安尼，另外手另外一边，不是，用还是用倒手啊？安尼，对，你安尼放落安尼就使，安尼稳伫后壁。对，好，你会使洗，你会使摕这支四处晃安尼，你去内底行看卖好无？我想要看你行喺内底。我感觉伫遮内底嘛足水的呢。你看迄个感觉啊，我唔知影翕起来的感觉。有人伫遮跳舞，有人伫遮买物件。OK， 卡。你拄则是手机型单拍摕落来，然后再用360搁一摆。对。来，后一个是假条。假条。我感觉这若是用360去的，足水的呢。用360的假。这若这支落去翕，已经足够水的。好，我来甲你回忆一下，你遮写啥？你是写讲有人采收鸡蛋，有人饲鸡，有人起舞，有人提出鸡蛋后转场，这是我，所以我是摕到鸡蛋了后喂下骹壳。好。但是咱这个前一颗是什么？前一颗是头前了就是你来啊，你来我甲你交换GoPro，但是即马若是无GoPro再想哦。我知影，顶伊遮无一个转场。对，搁有一个就是讲，阮鸡卵爱伫外面还是伫内面？鸡卵我感觉伫外面，因为我内面无光。所以讲，我就假装摕起来。安尼。好，你互我一粒卵好无？一粒卵哦。你好鸡。好，水啊，即摆安尼翕着有啊。有你，你有四个行看卖。好。我到时阵掠迄镜位看倒一个方向较好。对，最好诶。然后才有小朋友伫遐耍，伫遐跳舞。有小朋友伫遐跳舞。安尼袂歹？好。会使。OK。好。花场。对。咱就伫内底跳舞。你的花舞。好。即马花袂歹哦，长水哦。对。你两个两边就帮我调节，我手好，但是我感觉爱伫咧这种有垂降的。对，加这种。
但是你是要安尼，还是安尼，还是安尼？我看一下。互你看一个镜位一个。安尼好啊。安尼。好，你帮我手，假装跳一下。对。好，来采花。采无花果，采果，采鸡，采鸡。采鸡。你采鸡，鸡会受伤。狗狗鸡啊，狗狗鸡，狗狗鸡啊，狗狗鸡。肩膀，猎王，肩膀。要干嘛？要跑？干武术要安呢？1、2、3蛋。不行，再次。太管了。好。不行哎。可以啊，我觉得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吗？好，1、2、3。OK， 很好。有没有？最后这个。咱即马先，我先看。头一粒的镜头，你是要位倒位？因为我是想要后壁迄个池人是背景嘛。对。啊，我位遮安尼徛入来，一个画境安尼就会使。讲我。所以你帮我徛去迄个所在。啊，你是迄一个，互我看者。你帮我去迄个。不用嘛，是靠左边。我看一下哦。你要我从前面还是后面？从我前面，我要头前啊。度假。我要头前。哎，无讲清楚。对了，我要头前，安尼练过来。你度假位你后边，啥物拢无翕到。好，来准备哦，3、2、1。啊，慈恩。OK，啊，你帮我弯路搁徛出去。这个引导的车嘞哦，安尼开甲不哩顺的哦。这是最后一粒。哦，因为我后边想要放无花果，对啊，是要哪放？可能爱黏咧食哦。用黏。用黏的安尼。袂使安尼无好看。啊，我知影，我就到时阵我一个映射，就是一个特写讲咱甲有法果放入去，下一个画面了，接一粒，盖起来。对，等于咱加一粒镜头。哦，但是内面无好看。啊，若是用足多咧。无，我干那3包。3包哟。啊，无法度。应该是还好啦。无，咱是用一个布，一块布。对。哦，一个布安尼。我是刚刚看来这个。好，要一块布。啊，你好，我刚刚这会使。好，所以上尾啊，我帮你画啊，为这出来有无？这2条出来，但是头前的话，头前就是为走道，安尼画一个走道。会使哦，水哦。到了吗？到啊啦，这里哦，是火锅吗？哇！我看到火锅呢。哇，还是阮停咧遮就好。哇，细哩哦。好，即摆较细哩的，唔通讲弄破去，足紧张的。哇，这是酸菜白肉锅吗？哇！大家来遮拢有遮侪青草的。哇！哇！绿豆糕呢，那还好意思。会使食饭啊吗？先讲。应该是要食饭啊吧？我刚才讲是咧。好啊。我喜欢吃这种豆皮。哦，你豆皮煮的哦。哎，这里烧。我刚刚那边给我 boss 的烧。哦，这里有。哦，这里有。哇！赞！先来淋汤。好香哦！来。加有汤匙耶。哎，无够，是直接吃起来。哎呦，那这幸福啦！香芒火锅。我才食一嘴尔哦，boss 先卖来哦。我刚两边都有听到。系啊，足紧张的呢。啊，你会食道逆流呢？
好丰富哦。哎，你这来啊，强制啊！那有可能在口蛋啊，强制。爱吹不？爱吹一台不？可以慢慢找了哈。走错边了，门在这边。哪边？啊？有吗？在车子里有啊面。 ，OS 啊。哦。哎，你们刚不是还从上面下来，怎么会突然两公在来对？这就是神奇的所在。来，听落。请按我。哎，你这来啊，强制啊！那有可能在口蛋啊，强制。爱吹不？爱吹一台不？可以慢慢找了哈。走错边了，门在这边。哪边？啊？有吗？在车子里面。有啊，OS 啊。哦。哎，你们刚不是还从上面下来，怎么会突然两公在来对？这就是神奇的所在。来，听落。请按我。惊到啊吼，免错啦，这摆是专工来甲恁加油的。来中华早顿一定爱去二林市场食 Q 底地煎粿，食好饱，规工的气力透早就甲伊传遍遍。明仔载拍片，恁就会冲！ 204场的季粿，不是鸡粿，炸粿啊。炸，就是炸的季粿啊。要唔过这奇怪，朴树阿讲尔，安尼就无安尼。对啊。哎呦，还是伊知影阮要无闲啊，所以讲互伊。体恤员工啊，敢若交人就好。早顿尔。为早上的咖啡点心，暗时的这个火锅，隔天搁这季粿，伤过幸福啊吧？我是唔知boss 咧想啥，毋过我是足爽的，食甲足爽的。哎呦，音乐甲配落，感觉袂歹哦。哦，有哦，感觉到啊。你即摆加几卡？一卡呢？一卡。安尼就有感觉。有感觉。这就是360迄首歌哦。对啊。袂歹，感觉就身临其境的。哎，厉害呢！其实这嘎嘎的嘛是一支啊。对啊。哎，拢是你的喇叭的声嘞。真正是你的喇叭声诶。恐怖诶。可以吗？好，1、2、3。OK。成功。我主要是先看你今日安怎翕口看，我会使明仔载你只位安尼翕就好。哎，感觉这个农场就好耍的咧。对啊。龟好耍起来嘛。哇，迄龟拢被无花果包围，迄种感觉。而且我感觉阮今日翕的哦，比阮写的更较丰富呢。对啊，因为这画面啊，画面感，用想象的想象袂出来。对，就是原本写剧本无看到。今嘛是暗时啊9点55分，淡薄烦恼明仔载迄个画面的呈现，所以今嘛得把概念拍这个笔电顶管。大概是安尼，因为我真正较袂晓画迄种分镜脚本，所以我拢是用拍字的。因为拍字的时阵，我头壳内底有着画面啊。哇！原来这就是啥物？204场二林市场。20。哎，这市场足闹热的。
迄市场就好势，市场足侪俗的。但是我查一下，因为这梨林市场较早这个所在，敢若拢是布市卖布的。你说像是台湾那个我们台北的永乐市场，但是即马较落寞，即马布较少。想让我公布就是张人毋是有一个镜头是阮要甲无花果等咧车箱内底。对，我讲内底放一块布。好，因为阮讲有经费，安尼哪些？好啊。哦。哦，这间，这间，哎，有早。有早。阮想要找布，后尾搞早。好啦，要找布。这间开偌久啊？哦，开足久的啊。开足久的。20-30年有吧？我想要看。可以啊。这个无花果，这个粉红色是不错。粉红色。这个要安怎算哈？这样。你是算一球。哎啊，昨天你的那个影片给大姐看，差不多。就是哈。就是耶，嘿，很漂亮。我想要放在这箱仔内底。嘿，这种外送的箱仔内边，伊摆啊，阮想要甲伊弄甲较水的。较水的安尼。你有会使摘有爱偌济无？爱偌？会不会是一个这种跑道车箱上披萨？嘿，外送的迄种。外送哈。嘿。安尼，来几尺？一尺差不多偌大？一尺30公分。安尼。2尺、3尺、4尺，应该4尺。一尺安尼吗？嘿，一尺安尼对。嘿。这样吧。嘿，安尼。2、3、4，好像细球铺一个 L。然后那个底下这样子而已，所以等于再这样子一片。4尺加2尺。6尺6嘞。尺，这个8尺。这个8尺。这个有水哈。嘿，真唔是。真水。真水。谢谢。拜拜。谢谢生意兴隆。发大财。来。哦，爱巴豆呀。嘿，摆食鸡粿。找一间煎，伊今日敢有开啦？有吧。哎，真正这拢报市，哎，你真正有做功课呢？对啊，就这梨林报市较早就有名。哦，我真正无听过。哇，穿越时空的感觉。哎，等下。加。寄过你啊。寄柜。我们3位坐这儿吗？好。安尼，阮3位坐这。好啊。哦，这是酱哦。酱油跟那个是辣椒。这辣椒，然后这酱油。这辣椒感觉就赞呢。看不出来。看起来无像辣椒呢。对啊，好像。恁这紧哦。啊，这是啥？蚵嗲。蚵嗲，然后有4种。蚵嗲跟鸡粿是同款吗？鸡粿是一个统称。哦，所以蚵嗲也包含在鸡粿里。我懂了啦，鸡粿，然后只是很多种粿，看你要吃什么粿。对。哦。鸡粿就是萝卜糕。中华人早时都食鸡粿安尼。哇，这个无食蚵嗲。伊讲这是死的口味哦。啊？蚵嗲跟白嗲安尼。个白个嗲。先看嘛。那也看不出来是4种。哦，好香哦！哇，蚵嗲哦。就好食诶。蚵仔就大粒的。啊，外面吼酥。哦，怎么那么快？哇，一套早食呢，足青草的。就爆炸的。我介意这。等一下。你这敢韭菜较济。你出我说你。你这皮就薄的呢，因为我在台北食迄皮较厚。蚵嗲皮较厚。而且伊这是新鲜的，没超车。那个韭菜较济。哦。这蚵仔是毋是当少的？不是，咱台湾的，台湾的蚵仔较而且新鲜。对。台湾哦，你这皮拢用较薄，这用什么粉啊？米浆。
对，难怪有一点点那个味道，米的味道，像是米浆的味道。对。所以跟外口无共款，外口有米粉较多。米粉人熟混吧。哦。对，酥粉，你看那个皮，那个米浆黄黄的，那就是有酥粉啊。这里还有甜米糕，还有芋头。米糕。对，米糕。对，过年吃看看。对。好。你嘛开足久啊嘛？很久了，这是从我爷爷奶奶做到现在。3代了。对。哇，好，有够好食，我甲爸弟过去甲老板娘讨迄妹子啊，因为伊会使栽培，好，但是这过程中间呢，我感觉有一个就趣味的，就是讲这菜市场哪会遮好势？咱连面过去买四手啊，给小朋友啊，我有查附近就有迄糖果行，买，行路差不多，你看附近尔，行路2分钟吧。哦，这间对。加吗？那个灯笼的那个迄间。高啊！哇，干妈店。哇！水哦！物件足多咧。大哥你好，阮来找一罐。你好，我要买。哦，这还有卖泡啊，这多呢。哇！我们这边是散装的哈。散装哦。1元嘿。我想要买这。对啊，为什么你就想要买这？你已经讲足多摆啊。因为这我细汉时阵就是食这，啊这会使自己剥就好爽。哦。对啊，就甜的。我细汉时阵拢食这。飞机饼。哦，我嘛是。飞机饼。啊，你感觉我要买偌济啊？我感觉咱会使买这。差不多2、3包，给他买较济。这2、3包散装。因为阮钱存就济，对吧？小等，无钱。我摕篮子吼，阮的目标是想要买4手啊，互小朋友食，要家己搭下，因为伊来翕影片嘛。哇，一入去。真正回到小时候呢，那个回忆涌上。小时候会吃一些棒棒糖啊，什么10块钱巧克力呀，然后那个足球巧克力豆有没有？然后跟戳戳乐啊，吼，迄内面琳琅满目，敢若去迄淡水老街啊呢。一次5块钱，一盖5块，5块俩。哇，啊，上大种是啥？上大种的100块。100块，安尼我要接。哇，爱看个人的运气啊。对啊。啊你中大奖哦！哎呦，这紧张呢！对啊，卖紧张啦。明谢回顾。明谢回顾。好，阿丽嘞。感谢。谢谢。必须先把100抽起来啊！没有。啊，你们要抽那个洞洞乐吗？好啊。好久没玩了。好了。哎，这个给小朋友玩呢？可以啊。对不对？一点。我公公的时候，伊拢用木板，啊，家己做物件，啊，家己做的哦。啊，恁红茶，恁敢有老的？老的就一个它弄落去啊。啊，这破康诶。不，你抽到这里，如果一奖，就是里面的奖品。它这个只是放在这里。布袋，你们先抽这个。我来哦。好，来。2、2、上。哇，那好，哦，你真幸运呢，真的。这个是那个捏乐，小朋友最爱玩的解压。我们去一个慈恩庇护所，迄小朋友最适合这。来，那我来这个。换你啊。没有。哇，我的是恐龙哎。恐龙哈。不对，我的是狮子，我也是啥呀？换你。来哦，制片看一下时间哦，10点21了，要 delay 了，我们要差不多了。还差不多啊。差不多。哇，这空气啊。哦，够追呢，你这是松鼠。耶，好玩呢。我这边买一组。好，这真好耍啦。一组迄咸饼吼，你摕出来，咸饼迄个一袋，好你摕去好。好，谢谢。好，因为迄种物件吼比较古早。好。嘿。再给你们分。好，谢谢。老板娘都很热情，啊，你口介绍，阮就口食，口买安尼。重点是，真正是买1送1，佮加送饼干，佮送这，佮送迄。谢谢老板娘。你放这。好，可以，可以。
以，来放过来。哎，松弛狗狗。啊，关不起来。好。买一个伤久，袂记你有当过拍片。嘿啊！伤好势啊啦！一、两、三个。OK， 水，这条会水。啊，我甲你讲，小朋友要创啥吼？小朋友伫后边一个爱慢。哎啊，对，一个头架，一个头架。啊，其他的跳舞，啊，我先教你跳。好。安尼哦，一啊。二。好喝。然后拉下，好，再次哦，一、二，拉，圆，然后就叉腰了。好。因为我等一下要接那个拉，就是抓鸡蛋这样子，所以是一、二，拉。哦，好，再次哦。杨妹妹，杨妹妹，圈，是，对，二拉四，对，安尼叫我的迄个鸡蛋，好，嗨，哎呦，水哦！但是阮的喇叭，蓝牙喇叭，哇，都知阮的蓝牙喇叭。来，我来点名哈。超级英雄的感觉。加五，阿佑敌对，阿佑，阿成，洪生，阿全，好。厂长带着小朋友家里来时阵，吼，伊安尼行路有好安尼足够醉的。但是因为我伫咧做工课的时阵，我就是目标导向，所以讲我就是爱甲时间赛跑，因为我唔知影巴蒂要翕偌久。啊，我若是执行者的话，我就是爱互伊的画面至少拢爱翕着，啊，然后就是调度我好，啊，时间啊抓好，所以我就是以巴蒂为主就对啊。董仔迄时阵的迄种控场的能力，迄个时间，互我就安心的啊。比如讲，小朋友要跳什么舞啊，啊，因的顺序是啥，对，啊，音乐要安怎处理啊，伊拢会帮我，甲这个物件安搭好，所以我会使专心去想我的画面，会使安怎呈现。好，我看一下啊。好来。5、6、7、8，1、2、3、4，无花果放下。丢。好啊，啊，梁明，你会跳云看吗？好，你等下在前面。我会在前面跳互恁看啊。啊，食水果的就走。啊，律动，安尼律动，左右哦，安尼高追，安尼在后面。嘿。好，你在遐后壁板。哎，我后壁板。啊，跳舞的第一只。我看一下哦。这是不是拢会使食？可以。可以。好。假专棒。啊，你不要吃太大口哦，因为可能爱顶起，所以你就安尼夹一次，你就安尼，我甲你讲哦。好，你安尼对吧？你有在帮我。掏看。好，你在遐后壁板。哎，我后壁板。啊，跳舞的第一只。我看一下哦。这是不是拢会使食？可以。可以。好。假专棒。啊，你不要吃太大口哦，因为可能爱顶起，所以你就安尼夹一次，你就安尼，我甲你讲哦。你安尼对吧？你有在帮我。掏看，夹一次。啊，这个互你，两个互你。嘉玲老师，啊不是，嘉玲，你哪来？你哪来？哎呦，你有糟糕。快擦干净。哟。拄开始尔咧。开始尔。啊，今日水干咧。多谢。我今日无发你的通告啊，啥？来赚通告费啦。对啊。啊是你既然来啊，你规去嘛来讨摘你的无花果。啊，我欠迄个制片组咧。啊对啦，你要做外制，我还做制片。你就是顾问呀你啊。这边会穿。对。其实这边都很有可能会中。好。还是我们要对，我们可以吗？要拍了。我们滚。对，女水。这个都要往后撤。那我要去哪里啊？撤到这个木棍后面。我就是摕无花果啊，甲一个小朋友互动啊，带因走美丽来那个走进去那个无花果树丛内底有，紧张拢伫巴蒂遐较济。好，来，朱明，3、2 ，Action！ 1、2，无花果放下，1、2，无花果放下，1、2，无花果放下
很棒。无花果放下，跑进去，跑，用嘴老鹰抓小鸡，进哎！太大只哦，对啊，啊，说你哦吼，找较好走的所在，较好走的所在，大家乌白走。来，跑起来，跑起来！水！哎呦，换你！会使哦！我掉，接力！哇，好深哦！ OK， 黑蛇啊，应该没安看。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好卡。哎，我跑这么远。对啊。不要跑回家呢。小心。小朋友，我感觉这个名，或者小朋友嘛是有迄个道理啊，因为因种较天真安尼啊。嘿，我就讲过，我感觉我嘛小朋友，我感觉真适合食。咱就是要爱因有欢喜的模样啊，所以咱就是尽量引导因安那欢喜的模样安尼。即马要去咱蛋无花果的画面，你若是无无花果的，你会使假装安尼淡就好啊。对，这行的，就是安尼。好，会使。好，来准备好，来3，就等哦，3、2 ，Action！ 好，丢。OK， 这场会使。好，一场我们要去机场。要去机场，我要冰豪、洪生、嘉应、甲建平。安尼我去叫人。好，你去叫人。好，你去捞人来。啊，是你甲阮对阮。我看者我又袂记。冰豪、洪生伫遮，嘉应、建平。会记得吼。有法度帮我甲鸡拢赶去食吗？鸡拢伫遮呢。对啊，有法度甲赶拢全部赶来食吗？厂长，鸡有法度拢赶来这区吗？好。阿红，阮要鸡要安怎？鸡要转来呢？我需要鸡。班长，帮我把鸡拢赶上来。一点。阿佑赶了一些过来。其实我上烦恼就是饲鸡迄场，因为足复杂的，足乱的。我上惊就是囡仔、动物啊。这两种最不可控的因素，因为无法度控制，所以你必须要配合因。画面想要呈现就最鸡啊，所以小朋友迄时阵赶鸡啊，我讲这画面就会使翕啊，我就免讲你等下创啥，咱就直接帮伊翕落，迄是上自然的。准备咯，5、4、3、2。哇，你个抓到啊！应该要出来。来咯！开始啦！哦！两个，走起来！对我走，对我走！对一照！喂鸡！可以给人！对，再丢！尘土飞扬！对我走！拿鸡蛋！哦！OK， go。好，鸡。啊，我知影。转场。啊，先去嘉玲的啊。好，剩2大场啦。哎，休困一下，开讲者。我惊你无聊。哎，辛苦啊！你拄则有看吗？我有看，啊，恁迄粒迄鸡卵加无花果，迄味敢有对？你要注意哈。我是拢放在中央啊。哦 ，OK， 安尼就好。因为拢是用黑画面。而且阮有那个巴蒂很贴心，伊收2部，一个是横式，一个直式，因为伊家360横式不漂亮，啊，阮直接改直式。哦，袂歹。阮等于讲用360是你直式嘛会使，横式嘛会使，我到时阵进结果再决定，对，再决定。啊，拄啊，迄鸡舞袂糊跳 ，OK， 无紧，因为鸡舞毋是我的重点，遮的花舞才是重点。对。好 ，ending 有跳舞啊。拄啊，迄摕迄镜头啊去录迄个，迄镜头感觉应该袂歹。系啊，就好看。安尼我先过去。好，加油。好，来嘉玲，加油，做伙加油啦！因为有想过，迄物件安怎等，安怎接，就是不会说啊先拍了。
剪的时候再说。哦，他们都是先有设想过卫兵要安怎安排，然后再去排。对啊，那你靠我口。就这样就好了，左右左右，好不好？好，来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来，音乐放上哦，哈。好，来，准备了。来，3、2、1。抢镜头，抢镜头！OK， 快买快，谢谢。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去啉水，去啉水，去啉水。啉水，去。无水，无水。慢别走，慢别走，先啉水，啉水也塞。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拿这根在这边跑来跑去，好不好？好。他跑的时候，我们其他人来塞对照。对，要不要这样？对我走。好，咱来算接棒游戏哦，哈。临时想讲，阮咧头前跳舞的时阵，过去叫因为后壁对阮安尼冲过来。有一个画面安尼，因阁冲了袂歹，但是呢，因为阮有的时阵无可能1颗 OK， 一定是2颗、3颗、4颗、5颗，走甲伊安尼喘甲足够水的，啊嘛真歹势。很开心这样子哦，哈。OK， 你我先走，你会使带我走哦。对后壁，对哥哥后壁。好，来，准备哦，2、3、4，好走。嘿，接棒，瓦力，班长，往前跑。对，班长行。喂，班长，你是要去哪位？你要接棒可以给我们哦。好，换你。往前。哎呦，好，哎呦，好了，哎呦，往回跑。哎，好，换我。换董仔。有太阳很棒。耶！换人。小白换你。来，你就这样子，好，看着这个往前跑，好，很累哈。耶 ，OK， 好看。所以，恁休困，恁先边仔休困，稍等下哦哈。敢唔免饮料，不要剩。个唔免。免了。看无哦。你就紧嘞。好。我们就1、2、3往上抛嘛。对。重点是那个抛。1、2、3，跑！哎呦，好，可以，谢谢。谢谢呀。OK， 这条是。好，睡吧。这一颗特写直接来吗？会使啊。看几条啊，你去。这样应该算漂亮了，3颗就很漂亮了，对不对？5、4、3、2。想要先放空之类。好，鸡的这个用心养鸡，用心饲鸡。感谢。用心饲雞。講一次，伊會講。用心飼雞。OK。用愛結果。用愛結果。用愛結果。愛。老師，我想先確認一下是果還是個，還是2種口音無同款？2種口音無同。哦，用愛較重要。係用愛較重要。用愛結果，所以攏會使。你要直接錄啊？沒有，直接錄較緊。哦，對。正式啊。好，來。自己錄啊。係，錄音。用心飼雞，用愛結果。用心飼雞，用愛結果。不錯嗎？不錯。好，來，一切，你講看覓。一切攏是主人三心。三心。一切攏是主人三心。三有闭口音嗎？沒有。三心酒類，一切攏是主人三心。心可以再清楚，再一點。一切攏是主人三心。好。一切攏是主人三心。可以不用那么刻意。三心。自然點。一切攏是主人三心。你3有點避嫌。不用避，因為那個其實它是一句嘛，所以其實會連音。
就会变成主人三星。主人你这样可能比较好。主人三星。主人三星比较顺过去。一切拢是主人三星。老师叫我看一下。一切拢是主人三星。他三还是还是会闭口。还是换别人讲。换他讲，然后你讲前面两个。对哦。一切拢是自然产生，一切拢是自然产生。啊，搁三起来。还是换我？你看我，还是换老师咯。这会顿地，唔知啥。刚刚很长哎。那换我吗？好，我先看这。一切拢是自然产生。还好吧，这没有闭起来。啊，你讲看，你家己弄。一切拢是自然产生。一切拢是主人三星。我刚刚第一个 take 就有了。可以。有你卡搞心。那你跟他交换啊，他去念那段。你念最后一个好了。欢迎大家来念看。欢迎大家来慈恩庇护所，互爱继续三星。那个三星啊！刚刚我拢讲过了。互爱继续三星。恁即马会使先开讲无要紧。我是惊开讲会伤吵无。对啊。啊，无阮来互相了解解。好。啊，你有想要调解啥？哇，真不是，那是开讲。毕竟阮来相处至少半年呢。哎呦，对无？半年哦。啊，阮杀青迄天会哭无？我即马淡薄仔想要哭。我昨天晚时间吃地，我真哭哭，手一直在喘。我咧要爱困，要拄久啊，要安怎？袂使，我真正我本来是对，我本来惊歹势，我5分钟就好，即马49分。直接5分钟，拜托，就5分钟就好啊。免歹势，咱做家己就好。要困你就不是因为吼，我精神不济。加大的时阵，因为我有分配，巴蒂伊就因为一开始伊就讲伊要减食，啊，刷落来阮两个敢若会使坐在边啊，但是我有想到一个讲，因为巴蒂有讲伊迄镜头内面的影像爱先输入到手机处理了后呢，再输入入去电脑内面，所以我就想讲，那呢我嘛会使下载这个 APP 去帮伊，啊，就网络足慢呢，慢到我直接杜姑。直接睡，我第一次在实境秀安尼直接杜姑啊，无要紧，我太累了，我断电了。这个无拍到的，歹笑。有一寡有拍到的，有一寡无。你安尼直直讲无法度，是你咧改变心意啊。无你若是打直的素材，你敢有教？我是惊直的，因为头前几卡拢无直。嘿，我若是扭看嘛，甲迄画面扭较大。画会变做直的。2粒，等下我先甲你讲，一粒是这粒，我会叫你哦，较近的了，啊你讲时阵摕出来，啊你看到2了后，恁就走出去，好，差不多走出去1-2秒就好。我就困，我就补眠啊嘛，啊我想讲阮先来布置一个，结果巴蒂就讲，小等下，爱补拍，阮就。紧看伊减啥欠啥，阮就紧翕啥互伊。结果好佳才有翕，因为伊安尼加起来才有顺。啊，这嘛是了爱加了后才会知，无原本嘛毋知安尼。所以就是来啥处理啥，啥物代志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走，回去传资料。好。这是我头一届，所以较慢，但是嘛足挑战的。我嘛毋知有法度成功无。
对。加油！足够醉的啦！啊，先布置会场，再用。哎呦，哎，嘿，啊，刷落来有咩内容？啊，刷来咱就是来阿佑迄个椅仔塞来，先椅仔塞来要布置迄个场地。啊，接下来一个帮，哎，我拢帮你，帮我用。你改。有那个豆宝宝，我切切嘞。有。我要先来灌气球。哦，会晕哦。安尼才有水。我就看。安尼吗？单。还有这样可以吗？哦，水转来了。哎。小人，我来。有人要跟我去烤披萨吗？好。好。那上面很小心哦。好。下来，好下来，哎，帮我拿这个，我没有粉。现在换那边，换那边。哎，我就介意这种 DIY 做物件的呢。中间铺那个红酱。好。老师，安尼就会使对不？对。然后这边有喜欢的配料就可以。更多一点的话呢，会有弹性。好。哇，你把它弹一个圈。这样这个方向送进去，哦，这样就烤一下。对。冬菜烤好了。真的假的？那你这紧啊？ 5分钟，因为迄就烧的400-500度。哇 ，nice。一点。啊，厂长拄则是加什么料哈？伊个有加无花果，我知啊。哦，来。好。好。那个，好，谢谢。唔免捌手的方法哈。啊，好吧。很脆。真的咬下去脆脆的，脆脆的，很香，还有无花果味道。无花果味道，性够最后放起加分的。你知影讲伊当食咸的？我就爱做迄种 DIY 啊，手做的物件啊。重点是哦，才做好无偌久，5分钟披萨就来啊，好食甲会搭舌，真好食的呢。所以当我继续做。啊，毋过听敢若搁爱架迄个投影机，还袂？你讲我生气。哎呀。安尼我来做这，因为这我 OK。投影机我 OK。投影机，啊，你食了吗？食了。啊，要互一个互巴蒂吗？好啊。还是阿佑帮我送？啊，你去用投影机，袂无？外送。好啊，你摕一个。你帮我摕互巴蒂好无？你知巴蒂倒一个无？知道。知道，好。麻烦你。欢迎大家来吃。我们来做披萨。啊，披萨？对。真的？现做真空。无花果的吗？对。哦。啊，够我online呢。对。多谢你啦！啊，甲你抱一下。啊，哥真的，那这厉害。姐姐还在制作中。还在制作哈。对。啊，你有到啥工哈？对。哦，你。哇，哦，你做很多事情呢。对。哦，你就厉害。差不多8成外，继续。一切拢是主人伤心。
好漂亮啊！气氛出来啊啦！完全就是一个要 BBQ 的感觉。你拄则咧无闲的时阵，哇，这恁用的哦。有无？啊，我甲你讲哦，阮这8份就是要互演员的，嘿，今日来斗相共的小朋友，啊，这会使互因抽。哇！哇，恁用啊足水的呢，就敢若种buffet安尼。来邀请咱的亲戚贵宾吼，来参加我甲巴蒂的这个婚礼吼。哎，阮这是第2届结婚啊，吼。好，请入座。哎，请立时就坐。大家就坐就坐。来，啊，阮边仔嘛有准备迄四手啊，一寡饼你会使食。来，欢迎。好，刷落来咧嘛袂使减咱的嘉玲老师，欢迎嘉玲老师。欢迎咱嘉玲老师。大家好，阮是三小福，阮是广告 start 的公司。啊，然后顶位咱有为这个产品有讨论啊，阮即届拢有全部拢有改进，啊，所以要呈现互恁看一下安尼。好。首先。就是咱的无花果这个包装的设计吼，原本是紫色的，啊，搁有这个渐层的，其实两种拢最好看。阮就一直头就疼，唔知要安怎，所以阮就办一个迄个民调啦，204场，对，204场去人投票，啊，结果呢，阮嘛网络嘛投票，结果咱的这个渐层款式以4票之差胜出啊，所以大家拢感觉这个渐层有迄种少年款，啊，搁新鲜，啊，而且买当代表咱的无花果的颜色，所以这是阮的渐层的无花果新包装。这是样品是互头前的这位各位的这个主管们看一下，厂长、副厂啊，主管们看一下，正面背面阮拢有修改好了哈。对哦，啊，搁有恁讲的迄个 slogan 顶端嘛有，后壁嘛这样看嘛 check。嘿。啊，然后这贴纸，阮就是拢有印啊，小朋友嘛，对，因为吼小朋友有动作啦，动作会使做，所以这个贴纸呢，其实是保留给小朋友们自己去贴去做的。对啊，后边嘛，恁讲的这 QR code 上面拢有安尼。OK， 而且我问的有少年人嘛有老大人，啊，大家拢伯仲之间拢有人选，但是选这个佫较济，讲安尼较活泼安尼，较跳痛安尼啦。因为今麦人若是讲要认识一个新的所在，拢会去网络上 YouTube 搜寻看卖有影片无，所以讲是一个新的名片，用感觉。嘿，是。对，因为阮感觉慈恩庇护所这是一个足好的所在，啊，而且进前有一寡公益的广告，可能会拍甲较无遮活泼，啊，较无遮有创意嘛，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较正式、较一板一眼啊，对啦，较一板一眼。但是阮即届帮慈恩设计就是较有创意，啊，较活泼，啊嘛是用上新的机器去翕的，对，你会使期待一下。好，对，可能会甲一般的迄种影片较无共款。好，那即马就来看这支影片，咱慈恩的广告1分钟吼。好，开始。用心饲鸡，用爱结果。拢是主人3心。欢迎大家来慈恩庇护所，厚爱更属3心。哇！大家有满意吗？有喜欢吗？对。其实阮今日透早就紧张的，今日透早天气无啥物好，但是阮在拍的时阵，就天公就好的，天公听戆人，对，阮就好的天气。你戆人，你毋是天才？我是天才，我顶讲天公听天才，对哦。啊，然后因为阿新嘛，
啊，现在内底笑容就好，其实大家人拢表现得好。对哦。但是我迄跳舞拢跳甲足好诶。对，拢。哦，你家己靠谱啊，好无？你今日有演呢。大家拢表现啊足好，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实在足短，我无法度全部拢藏入去，所以我敢若会使摕迄种较温暖的笑容，因为我去互伊的迄笑容感动着，对，笑甲足缘投的啊。而且阮来的时阵就是讲，感觉遮的小朋友拢感觉足欢喜，阮想要把这个感觉传出去，安尼互人知影。所以这是这个影片的重点。温暖啊，传承啊，搁有欢喜。这个影片有拍出迄个，就是迄种温馨的迄种人甲人连接的迄种温暖的感觉。嘿，啊，我是感觉安尼是真赞。吼若是会使的话，会当搁较长，就是更对。对啦。当然，今晚拢是短视频啦。对，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你们的用心哦？想要是用短视频去呈现讲安尼，会去迎合迄个流量啊，是啥？看无够那种感觉。对，我感觉看无够。我等下来现场看。对哦。来现场看，现场耍。来感受。哦，对。真感谢制作单位安尼，迄个大家认真啊。我感谢恁啊，对恁的欢喜嘛，嘛感受到。副厂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觉得那个结尾的部分可以再多一点点，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去回味到我们这个农场里面除了无花果，还有这些可能是孩子们就是聚集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对，就是可以让我那个产品除了就是卖好吃的无花果之外，还有就是这一群孩子去把它包起来的那种感觉，对，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解 ，OK。我知影意思啦，就是大概后壁有一个欢乐的气氛。对，无就是打懵还是啥，啥物的。谢谢。好，那就换我们的那个嘉玲老师。温老师。我想要甲恁讲辛苦啊，这样的短的时间，会使做出安尼的影片，真正是厉害。我就介恁用迄360的镜头去翕。好，整个感觉很像是一个不只是农场，它像是一个游乐场。对，它整个氛围是一个游乐场的氛围，然后很棒。你们用360的这种镜头去带出循环，它也是一个循环的感觉。对，它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永续。对，很好，很棒的一个想法。对。我感觉有一寡所在在更加加强，会再加分一点。一开始的地方，让大家更好奇说，巴蒂是发现什么所在？我们一开始不用讲出慈恩我发现一个最好耍的所在，然后带出这个所在就是你们很多精彩的画面那甚至是旁白都可以讲得更活泼一点。现在很中规中矩，甚至不要上旁白，我用字幕就好，也可以整个更像游乐园。在结尾的地方就像后面讲的，我们甚至结尾的地方我们可以拉一个渐层的画面啊，我们的渐层画面上去，中间一颗无花果，把要讲的资讯长一点的讲出来，那它就会够较完整，有一个结尾感觉。对，它中间的转场的地方，甚至在让它的音效更活泼，然后他们的笑容更多一点。整个把农场变成使够较好胜，够较疯狂对，我的意见就是安尼。不过我感觉安尼已经足赞啊。谢谢老师。但是伊问的问题敢若无够较正。对啊，但是我感觉咱迄些。我感觉结尾老师给个建议，直接加渐层的颜色。对哦，而且我头个想到，咱不是讲用心起家嘛，其实会使互小朋友来讲。对哦，互因讲嘛是。对啊，用因的声更较有迄个代入感。会使加放一寡因的笑声是。那想法就赞。对啊。好，天使的声音。歹势，阮头家 boss 有代志要讲。恭喜恁顺利完成第一个客户的任务。刷落来，庇护农场的各位创意总监，您好，麻烦请恁对这摆我这几位员工的表现，用恁手提5张评分大纸，替3小好生拍分数。这关系节目最后因的考绩，莫客气，该学老就学老，该检讨就检讨，就算闹气，嘛是求进步。多谢。
谢谢朴叔。哇！啊，搁爱记分哦。嘿，啊，记分要记咧倒位？来评分啊，吼。哦，就是这块布哦。这不是结婚的婚纱，我甲董仔。不是咱的相片啊。不是相片哦。哦。这种是评分表。哎呦喂啊，大家拢在评分哦。哇！这跟他较早5灯奖，1个灯2个灯。咱先邀请客户来进行评分，好不好？针对这一次的包装还有压皮，好进行评分。两行。来。对啊，一起定位有受理吗？无，咱有这个贴纸啊，就勾最的贴纸。刚满意就打起你的意思啦。拢总5分，你2个5分就对啊。对，应加起来有5分。几分？安尼是几分？厂长有3分哦。哦，厂长和您2分。我们来看副厂长。哇！副厂长给我们隆重4分，很高了。嘿，有进步的空间哦。对哇，我不好意思，对哇。啊，我呢就不只是针对作品，因为我们有2次的合作，所以我有看过各位努力的过程，中间努力的过程，所以呢，我要1分1分的来给哈。1分。哇，噔，3个灯，4个灯，4个灯。3个半，是的，是这5灯奖，对，3个半，3分半。我想讲伊的客套，互阮一个4分啊，4.5啊，结果互阮3.5，代表伊真正有在认真。我相信阮讲有足多会使改进的所在。厂长本来3分，互阮2分，有要讲啥物无？无要紧，拄则朴叔讲啊，尽量干交。对啊，交的。啊好的，尽量讲。对。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就是爱互，我知影因足用心嘛，足认真要甲伊用好。啊，我是感觉讲，伫即个为这个弱势的这个方面伊的进步是有没有止境的那如果说给一个空间，让他还可以再往上再去 push， 那就更好。这样我的概念是这样啊。不然我是要给全满分。对，给他。厂长，你迄刘海，加一下罗。给刘海。哦，顺。即马我真正足介意这2个新的朋友安尼，嘿啊，真正袂歹，会当交2个新的朋友。Nice to meet you。大家拢有发挥自己应该爱做的代志，啊，然后阮无冤家，阮拢是用足欢喜的气氛，甲这个影片拍了。阮的默契一直有在成长啦，对啊。尽管来吧，阮准备好啊，爸。接下来的客户要执行的事情，真的是指日可待。没问题，交互阮。再次恭喜3小好生完成第100任务。无花果的包装得到赞声连连，期待每一位摕到无花果果子干的人，透过包装设计的传达，拢会当感受必福农场这个囡仔朋友的用心。用心饲家。结果，一切拢是主人3心。欢迎大家来慈恩庇护所，厚爱配属3心。赞！相信未来广告伫网络社群发挥，让更较侪人看见庇护农场。我愈来愈期待恁刷落去的表现，看起来会当安排更加困难的任务予恁咯。